我就叫鄺錦啦，都係香港大學建築學系，而家讀緊 Master Year 2。我叫舒天楚，我都係讀緊香港大學建築學系，但我 Year 1嘅。我叫鄧志俊，都係港大啦，跟住就係 Year 1 Master。我叫李順基，我都係讀緊港大建築系碩士2年級。其實我哋今次嘅概念就嚟自本身公園咧，就有好多設施咧，都係譬如牆啊、凳啊，咁可能比較單一啦個設計。咁我哋所以今次想 propose 一個比較柔軟嘅牆，可唔可以有一個柔軟嘅設施，等觀眾可以更多同嗰件建築物更多對話咧，而唔係可能企埋一邊就望住佢嘅咁樣。同時我哋想用嘅嗰個咧就係、當然佢係需要企喺度啦，咁就用咗一個continuous 嘅一個structure 咁樣，跟住令到有啲布包住佢啦，咁成個就好似一個一整塊 surface， 但係佢扭咁樣變成一個唔同嘅空間咁樣。義工團體係一啲以前係一啲雷工嚟嘅，車衣雷工，主要就將俾啲 fabric 佢哋就透過啲車工就車到，其實都我哋而家暫時未有，但係見到我哋去到個工場度睇咧，佢車得係真係好精細嘅，即係好費心嘅車。其實咧，今次試驗所學生嘅作品咧，我都覺得係好獨特嘅作品嚟嘅。咁佢哋有一啲傳統嘅建築嘅元素嘅，例如有一件係竹地棧啦，咁亦都另外有一啲係竹紮嘅新版嘅，好似我身後呢一件作品咧，佢就係一個用一個帆布咧係就包住咗一個不鏽鋼布咧，係掹起咗嚟做咗一個效果嘅。咁因為佢哋咧其實係可以係做一個作品出嚟，佢哋係考慮到咧佢安全啦、物料上嘅一啲建築上嘅一啲考慮嘅問題之外咧，其實佢哋都係想盡辦法咧，將佢哋嘅創意咧亦都融合咗喺裏邊咧，可以係好安全咁多俾大家欣賞。